20世紀初嘅堅道係香港買辦階層嘅黃金地段，呢一啲白手興家嘅商人，憑藉精明嘅商業頭腦同對中西文化嘅熟悉，喺殖民地時代累積咗驚人財富。佢哋選擇喺半山堅道建造豪宅，既能俯瞰維多利亞港嘅繁華，又能遠離下環嘅喧鬧，令位處半山嘅呢一條街道成為佢哋彰顯社會地位嘅最佳舞台。位於堅道10號嘅何福府邸係呢段歷史最生動嘅注腳。生於1863年嘅何福係何東嘅二弟，後嚟嘅澳門賭王何鴻燊嘅祖父，一位著名嘅洋行買辦同慈善家。佢從冇到有，建立起龐大嘅商業帝國，育有7子6女。長子世榮喺何東未有子女嘅時候，已過繼咗俾佢。何福生前樂善好施，深得民望。1926年8月29號，佢因身患癌症喺手術中與世長辭。臨終前囑託兄長何東代為照料家庭事務。喪禮當日，眾多社會基層人士前往悼念，而悼念嘅社會賢達名字更係充滿整個英文報章一版篇幅，足見何福嘅社會聲望。